佢由一個窮苦嘅大圈仔，一步一步靠實力坐到社團話事人嘅位置。當初為咗報恩，佢完全唔計較得罪富商同社團大佬，甚至當場摑咗對方一巴掌。佢就係14K 嘅大佬，大圈幫嘅話事人鳩啲。1953年，鳩啲喺廣州一個貧苦家庭出世，原名黃展毅。細個嗰陣，佢就唔中意讀書，只想快啲揾錢改變家境。20幾歲嗰年，鳩啲決定嚟香港打工。當時香港黑道勢力猖獗，社團個個都喺度招兵買馬。鳩啲加入咗14K，拜咗陳清華做師傅。陳清華係14K 社團嘅頂梁柱，雖然名義上嘅龍頭係郭志雄，但佢基本上冇理會社團事務，社團大細事都係陳清華打理，所以陳清華先至係社團真正嘅大佬。當年何鴻燊被趕出澳門，就係陳清華出手，派手下兄弟護送佢返澳門，先有咗後嚟嘅賭王稱號。陳清華手下有唔少猛將，其中一個就係14K 嘅雙花紅棍。鳩啲作為門生，起步就比其他同輩嘅馬仔高好多，仲係陳慧敏嘅師弟。喺早期黑幫題材嘅電影入面，經常可以見到社團為咗爭地盤而火拼嘅情節。其實呢啲藝術都係來源於生活，當年香港江湖就係咁樣。鳩啲成日跟住社團大佬去談判，一旦場面火爆，佢總係第一個衝上去，手持大斬刀，勇猛到嚇到對方心驚膽戰。因為咁，江湖上叫佢大圈仔。其實大圈仔原本係個貶義詞，係指由內地嚟香港嘅江湖人，通常係成班人組隊，俾本土江湖人叫做大圈幫。大圈幫人數唔多，而且分散，但喺香港江湖中都佔有一席之地，靠嘅就係個狠字，每次火拼都打到淋漓盡致。鳩啲就係靠住呢份狠勁喺江湖上闖出名堂，大家都開始尊稱佢做鳩啲。有咗名堂之後，唔少人嚟結交，鳩啲開始搞走私電器生意。當時電器係貴貨，呢個生意利潤極高。等到資金累積到一定程度之後，鳩啲明白走私雖然有暴利，但唔係長遠之計，於是開始轉行搞正經生意。鳩啲將走私生意平價賣俾咗一個朋友，但呢個朋友接手之後生意就出問題，俾14K 教父胡鬚勇嘅手下上門威脅。朋友見到係黑幫勢力上門就嚇到唔知點好，於是揾鳩啲幫佢出頭。鳩啲聽到呢個請求之後，只係淡淡一笑，打咗個電話俾對方。對方一聽到係鳩啲，馬上道歉，事情輕鬆搞掂。鳩啲轉行之後，開始進軍影視行業，成立咗影視公司。可能呢個公司大家唔熟，但佢出品嘅電影就非常有名，例如周星馳主演嘅漫畫威龍、日本漫畫闖天涯、武狀元蘇乞兒，仲有葉偉信導演嘅天地玄門等等。當時周星馳仲喺李修賢旗下做演員，但李修賢資金周轉出問題，於是將周星馳嘅片約賣出嚟。當時周星馳正值走紅階段，鳩啲睇到咗機會，買咗3部片約，結果大賺咗一筆。後嚟向華強以更高價格買低咗周星馳所有片約。鳩啲雖然錯失咗機會，但佢一直以同周星馳合作為榮，靠住影視行業賺咗一筆之後，鳩啲繼續投資房地產、金融、服裝等行業。去到2000年左右，佢已經係一個非常成功嘅商人。鳩啲喺投資房地產期間遇到咗唔少困難，特別係同地頭蛇嘅交涉。一次，鳩啲睇中咗一塊地皮，準備開發成高檔住宅，但嗰塊地原本係一個小社團控制住嘅地盤，對方社團唔願意放手，仲企圖威脅鳩啲。鳩啲知道呢件事之後，親自帶人去對方地盤，喺談判台上一言不合直接翻台。對方見到鳩啲來勢洶洶，只能乖乖讓步。就係呢種來力風行嘅手段，令鳩啲喺地產界都闖出咗名堂。鳩啲同地產界嘅交涉唔止一次，仲有一次，佢同一個富豪爭一塊極具潛力嘅地皮。
富豪本嚟想用自己嘅財力壓住高迪，但高迪唔俾佢機會，直接揾咗一班江湖兄弟擺場，將嗰塊地硬生生攬入自己懷中。呢件事令地產界嘅人對高迪更為忌憚，亦逐漸認可佢係地產界嘅地位。不過好景不長，高迪喺內地嘅服裝廠出咗問題，資金突然周轉唔到。好彩有官榮二路幫手，借咗一筆錢救佢渡過難關。高迪對此非常感激，將呢份恩情記喺心入面。2009年，官老闆喺股市遇到咗麻煩，被一個叫許老闆嘅地產商設計欺騙，仲揾咗黑幫大佬上海仔出面威脅官老闆。官老闆唔想俾江湖勢力壓迫，於是揾到高迪幫手。高迪一聽到呢件事，成個人飆晒火，冇講兩句就接咗呢單嘢，直接帶人去許老闆辦公室。許老闆本嚟想用自己同各大勢力大佬合照威脅高迪，但高迪完全唔俾面，甚至叫手下將許老闆拉到窗邊，揚言要將佢抌落海。許老闆嚇到魂飛魄散，最終妥協，主動揾官老闆解決咗問題。其實高迪一路以嚟都係個重情重義嘅人，特別對啲曾經幫過佢嘅人，佢會加倍回報。2011年，有個叫阿華嘅舊街坊，因生意失敗欠下巨債，被高利貸追到走投無路，最終揾到高迪。高迪唔單止幫佢還清咗債務，仲安排佢喺自己公司度做嘢，令阿華感激涕零，誓死效忠高迪。高迪仲不時幫助社會上啲弱勢群體，佢知道自己出身貧苦，所以一直都係個樂善好施嘅人。佢每年都會捐錢俾貧困家庭，仲會組織啲社團兄弟去幫扶啲有需要嘅人。佢認為雖然自己係黑幫出身，但同樣可以為社會做好事。呢種態度令高迪喺江湖上嘅名聲更加響亮。唔少人開始對佢改觀，覺得佢並唔係一個純粹嘅黑幫惡霸，而係一個有情有義嘅人。2010年14K 龍頭郭志雄病逝，社團面臨選新龍頭嘅局面。當時有兩個德高望重嘅人被推薦，一個係社團大金主劉安，另一個係社團內部嘅和勝和龍頭，但佢哋兩個都唔願意接任，社團陷入咗混亂。呢個時候14K 嘅元老蕭華出嚟爭龍頭之位，但佢四處拉票都冇獲得大多數叔父們嘅支持。蕭華甚至去拜訪高迪，希望高迪支持佢，但高迪見到佢就火起，一巴掌打喺佢塊面上，話你呢種人都配做龍頭？呢件事傳開之後，蕭華成為咗江湖笑話。2019年，陳慧敏、高迪等人成立咗勝力會，進一步鞏固咗自己喺江湖嘅地位。勝力會嘅成立，標誌住佢哋喺江湖上有咗更強嘅話語權，唔單止喺黑幫內部，甚至同啲上流社會人物都有咗更緊密嘅聯繫。高迪喺社團內部仲積極提攜後輩，佢知道自己唔可能永遠喺江湖打拼，所以一直致力培養新一代。佢特別睇重一個叫阿俊嘅後生仔。阿俊打仔出身，但為人夠義氣，辦事又利落。高迪帶住阿俊四圍見識，教佢點樣同唔同勢力打交道。阿俊亦不負所託，多次幫高迪解決棘手問題。阿俊獨自處理一單啲小幫派嘅滋擾，嗰班人嚟社團地盤搞事，阿俊唔驚唔怕，帶住幾個兄弟去到現場，唔單止解決咗對方，仲收編咗對方部分人，令高迪對佢更加另眼相看。高迪覺得阿俊有成為下一代話事人嘅潛力，於是更加悉心栽培佢。到2020年，陳慧敏同佢嘅徒弟因金錢問題鬧翻，徒弟帶人上門搞事，陳慧敏甚至報警求助。呢件事喺江湖上傳到人盡皆知，大家都覺得陳慧敏面子盡失，但最後高迪出面調停，將雙方矛盾平息落嚟。高迪用佢嘅方式勸和，既俾足陳慧敏面子，又令徒弟願意退讓，顯示咗佢高超嘅社交手段。喺高迪嘅撮合之下，陳慧敏徒弟最終同陳慧敏握手言和，兩人仲再次合作。呢件事令江湖上啲人都對高迪讚不絕口，認為佢唔單止係個好打嘅人物，仲係個擅長處理人際關係嘅高手。高迪嘅故事喺江湖上充滿咗傳奇角色。
佢由一個窮苦嘅大圈仔，憑住自己嘅勇氣同狠勁，一步一步坐上咗14K 話事人嘅位置，喺黑幫同商業世界之間游刃有餘，實在係一個令人佩服嘅人物。佢嘅人生充滿起伏，同樣亦充滿咗人情味。喺江湖上，高迪係一個名副其實嘅硬漢，但喺朋友同兄弟面前，佢亦係一個值得信賴嘅好大哥。高迪亦開始將自己嘅生意逐步合法化，將啲黑幫賺返嚟嘅錢逐步投入正當行業。佢開設咗幾間餐廳，仲投資咗幾個酒店項目，亦喺內地開設咗生產工廠，提供就業機會。佢逐漸將自己嘅社團事務交俾阿俊等後輩打理，自己則退居幕後，開始享受生活。佢嘅傳奇故事教識咗大家，無論出身幾咁貧苦，只要夠努力、夠狠勁，都可以闖出一片天。同時，高迪亦用自己嘅行動證明，黑幫出身嘅人同樣可以做好事，為社會作出貢獻。高迪一生充滿色彩，喺江湖上留低咗不可忘